以下冲突即马阁开始开战啊！这加沙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有一寡真出名的艺人，因为传出的这反对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结果煞互人死头路的消息。昨昏有真侪挺巴勒斯坦的民众去游行抗议，伊讲经纪公司甲制作单位危害言论自由。 罢工的争议结束了后，后来又一届出现示威抗议的人阵，一阵挺巴勒斯坦的民众，不满经纪公司甲制作单位，甲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艺人算小，找五去庇护里山庄表达因的心声。 Media entities are actually punishing people for speaking out. It's outrageous. Hollywood has a history of this. It was done to people in Hollywood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and now they are actively engaging in it themselves. And Hollywood is notorious for censoring any actors, artists for speaking out about the cause. They're canceling some of their best A-list artists and actors. 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顶个月几啊届参加挺巴勒斯坦的集会，而且伫社群网站转发挺巴勒斯坦的大文，结果煞去互经纪公司解约。另外，主演《惊声尖叫》第5、第6集，墨西哥的查某演员梅丽莎·巴雷拉嘛同款因为挺巴勒斯坦，去互制作单位死头路，确定无法度搁转去搬后一集。抗议的人士认为讲，民众应该有表达立场的言论自由。后来，乌的审查机制等于是暂停艺人表演的路。不过，即马以巴的冲突还真袂煞，双方个人拢有支持者，类似的争议恐惊会持续伫美国发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